请问 AO 制是咧讲什么？哦 AO 字， ，A O 哦 ，AO， ，O 哦，就是蓝山啊啦。哦啊，咱若去食饭的时阵哦，哦嘿，啊上歹势咧，我无蓝山啊，啊你通啊辣无？哦，意思就是规张的你拿，蓝山的我拿，嘿安尼当然嘛好啊。毋是啦，迄是咱分了若剩的蓝山啊啦。哦是是嘿，啊若真正就是啦，啊若无就是咱来阳金，哦，看人杀人辣安尼啦。所以我的答案就是一丰富蓝山啊就好啦。是是是。是啊，阿雄，我这边认为哦，就是代表讲吼，O 就是零啦。A 迄个人就是全部拢立，啊 O 这个人就拢免立，只要有一个人立就好。医生你咯，啊，无一定啊，但是譬如讲，有的查甫甲查某出去，啊查甫想要等伊较心思，哦，咱就唔免 AA 制，咱就 AO 制啦。 A O 哦，好来两队请选择，必须阿雄，演一遍。是两边拢选你哦，一个人付钱。一个人付钱就好。对。啊，你若出去食饭，你若同学啊，你出去食饭，钱拢安那啦？通常拢是家己付家己的。因为嘛有无就是讲有人生意，伊就免付钱。无，对啦即摆阁有一个最流行的方法，就是讲阮家己的迄信用卡摕出来，伊有店员抽，哦，伊去收。问者真卡人好啦，是真卡人拢安那答呗。啦，有可能 only 啦，only one。风铃哦，合理哦。原来零唔是蓝色，那是风铃哦。是的哦哦，。好，来，咱来问一下哦。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只要一个人付小。嘿，袂歹天哦。后。迄个 AA 制哈，咱就是 all average，就是全部拢平均。平均啦所以咱一般来讲，英语较常常听到的是 Go Dutch。好，迄个 Dutch 是荷兰人，好，过来也是 Go 50-50，就是一人一半一半。毋过到 AB 有 AB 制哦，就是讲。迄个蓝山呢，付一部分尔，无全部付。毋过这就像恁讲的，安尼就无意思啊，吼。过来就变做 AO 制。AO 制，这 AO 迄个 O 伫咱英语内底咧念迄个数字的时，就是到0迄个 zero， 还是 O 拢会使。所以你报案的是110，咱会讲110，安尼119，过来。因为咱即马新的少年的已经一直发明，咱台语是一个活的语言 living language， 所以我相信你若用这个 credit card 来去录，大家拢 AA 制的 credit card， 应该是以后会当变出 AC， 就是专家有智慧发明的 AC 制。是的 credit card， 信用卡。刷来影片哦，要带恁来去南半球的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吼较特别，伊3个字的国家哦。南半球的国家3个字哦。呢？嘿，来咱请看。你先吹的机会你的。是有迄落呢，有羊啊吼，系啊。有要表示有牛奶。啊，到个倒牛奶，嘟啊。这个所在，咱常常会听到，伊敢知影伫倒位咧？南半球的国家3个字哦。呢？嘿，来咱请看。哦，你先好先。我根本无伊根本都无杀啊！伊拄啊对后，你拄啊杀出去。我想你要吹，我来个吹落。妈妈，你先吹，你先吹。等下，来，你先吹的机会你的。是有迄落呢，有羊啊吼，系啊。有要表示有牛奶。啊，到个倒牛奶，嘟是。纽西兰。对啦，问老师看麦哦。好 ，OK。好，老师，纽西兰对唔对？正确。来，牛奶甲加落去。容易的3000哦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甲看落去，好不好？来，咱继续。红景真水哦。
伊嘛是有冰山啦。哦，这就是拍迄个哈比人的有无？真水，哎，风景够水的。哦，伊嘛有地头啊。好，伊的英语叫做 New Zealand。 New Zealand 啊，啥会叫这个名，就是因为荷兰因这个殖民者到遐，感觉甲因迄个荷兰的西兰省 Zealand 迄个省足共的，啊，所以头前就甲加一个 New。啊，所以咱一般是即马甲翻译做纽西兰，啊，毋过其实咱台语的讲法爱叫做新西兰岛。新西兰对，啊，岛毋过因为语言会一直变化，好，所以咱就是用这个纽西兰、新西兰岛、New Zealand 都拢会使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去佚佗，上爱行要去倒佚佗？是刷落来吼，这个影片要甲恁介绍咱亚洲的一个城市，两个字。亚洲的两个城市，两个字哦，亚洲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真熟啊！哎，这片我嘛是，哎呦，这就是遐嘛，遐，哎呦来，哎呦，手较慢啊啦，来，不要紧，咱热乎，老哥哥，马考澳门，马考标准。是，来老师，马考澳门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来分数，终于又得到3000咯。是，好，来咱继续甲马考看落去。伊的名较特别，就是甲迄个就是，我唔知会发唔对无？啊，因为你拄则讲的迄个马告，啊，伊的来源是因为迄个因足崇拜即个妈祖，所以是为妈祖林明娘即个名来的，是，好，所以有嘛是有台语味的迄款感觉，哈，啊，伊是为你甲澳门甲迄个马告。连袂起来迄款英语音啦，所以是足特别的。啊，所以咱会叫做澳门，还是叫做澳门，拢会使。请问旅行胜地兰屿，会号做兰屿，是因为遐兰花生了真好，还是遐风景水，海阁真蓝？哦，来60秒的时间，兰屿啊，好，申请支援。哎，紧起来，紧起来。支援一个哦，来，嘿，是兰花生了真好，还是风景真水？不过因为较早嘛叫红桃树啊，吼，早应该重庆吧？嘿，算一个，算一个，应该是风景啊。伊遐哪有可能哪会水，风才透着。因为风在头，所以花开起来特别水的。哎呦，哎，风头花开起来，哎，对啊。不过是叫红桃树啊，哪树是后壁才好的啊？灰。啊，会啦，会啦。讲变好，灰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兰花生了真好，来，对唔对？哎，马哥啊，他去啦，终于得到万里哦！是啦，要相信团队啊。无唔对，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伊的英语名叫做 Orchid Island，啊，所以头前迄个是兰花的意思，好，就是兰花啦，是个兰花。兰花啊，因为伊遐的地形，伊迄个有树啊嘛，啊，所以内底有足侪白色迄个蝴蝶兰，吼，啊，咱就是讲遐兰花是足水的，啊，因为咱会去甲迄音用唔对，是因为蓝，啊，搁迄个英语的即个华语的蓝色 blue 迄字，会感觉会甲变做顶打着，嘿，蓝树，啊，毋过咱是叫做蓝树较对，啊，搁来伊叫做红头树，是因为伊伫太平洋，所以迄个日头出来是有一粒岛，啊，就是红规个红头安尼，嘿，所以咱即个所在有足水台湾原生种的兰花，好来，生地色啊！换你哦，加油哦！哎呦，今麦查我这查9000，9000，内面阁有内底有一个9000对无？
哇，7000加9000哦，这个若是安尼，我选迄民谣好啊。民谣，民谣，民谣，民谣民谣。他拄啊等下讲民谣应该无值钱。哎，来看麦，来看麦。来民谣哦。好，咱来看者民谣奖金有偌济？哎呀，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坐飞行机出国的时，听到台湾民谣是上安慰人的代志。你敢知影？中营航空公司特别设计的飞行机降落音乐，头一首响起的是雨夜花，还是望春风呢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来，应该捌坐过吧？阿嬷甲我保庇，好，来，加油哦！来，应该是望春风。望春风，阿嬷甲你讲的。阿嬷头有来。好，来。应该是望春风啦。望春风因为我会记哩，我有一摆，因为我上爱阮阿嬷，毋过阮阿嬷已经去做天使啊。我有一摆，敢若是做迄飞龙机的时阵，有听到一首歌，我感觉就想要哭，我有想到阮阿嬷，因为阮阿嬷就爱望春风，应该是这条，应该是吧？好，望春风对唔对？对了。咱台湾歌谣，哎，我台湾的流行歌谣，就是为日本时代李林秋迄当阵开始，吼。啊，当然望春风是李林秋伊做的嘛，吼。啊，个大部分大家可能少年感觉18姑娘，就是拄好要自由恋爱迄款感觉，对望春风较熟。啊，毋过咱有即个4月望雨，哦，四季红，望春，月夜秋，啊，有迄个系对望春风，雨夜花，雨夜花，啊，个即个刷了拢总即个航空公司用6条，佮有一条迄个6月望年。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满面春风。阿嬷歹势，不要紧，阿嬷了解。阿嬷即摆微微啊笑。是，好来，拄啊，咱已经知影7000啊哦，所以讲这档就是来啊哦。好，来，咱看者档的奖金有偌济？9000。来9000。哎呦，9000。调工是计好的呢。但是9000了，就是平手啊！哦，有众义之神呐，就甲你讲啊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状况咱会用冻落水来形容呢？是爱人啊暗时啊约会，还是月底吼无钱通食饭的时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冻落水，冻落水，嘿啊，是讲。暗时啊，爱人啊暗时啊约会，还是月底无钱通食饭，冻落水，应该是暗时啊约会，甲冻落水无啥物关系啊，应该是月底无钱食饭的时啊，冻落水。暗时啊约会是hotel啊。当的，少年，少年的体力真好，唔免讲出来啦。咱私底下讲，私底下都好啦。月底啦，月底无钱通食饭。哦，你确定啊？月底吗？来哦，来哦，时间差不多哦，剩3秒啊。来哦，好，唔免打，当然就爱打。你打呢？是，当然紧张啊。约会还是无钱？约会好啊！好来，爱人啊，暗时约会对唔对？因为咱日头落山了后，就开始吼有一寡露水出来，啊，所以一般拢嘛是迄个天顶月亮出来，暗时较去约会，所以是爱人啊约会。啊，你若月底无钱，一般来讲，咱可能讲到月底的吊顶，还是讲咱有一句台湾俗语，就是人行年行中秋，人行4九，月行19。就是到19个时阵就开了啊，安尼吼，所以吊顶啊，嘿，落地啊，地蹦子，啊，当下就开甲无啊，是，啊，厝里某囝个爱饲安尼。